OK， 同一個過程，同一個過程一樣，由接個波到拍個波嘅過程，你接個波，接個波同埋攞個波拍個波，同一個道理都係加速個狀態再進攻，唔係話一唔得。但係即係頭先係咁窄啲嘅，你可以做到啦，係嘛？但係如果係同等嘅水平，或者係差唔多嘅水平，呢個動作會幫你贏。OK， 好，咁再傳球。